上一段片咧已經同大家講咗咧喺聖經裏邊啦，無論以弗所書、哥羅西書定係哥林多前書第14章咧，都講得好清楚，喺崇拜裏邊係可以使用靈歌、靈禱，即係方言歌唱、方言禱告，係讓到教會得到造就嘅。不過唔好混亂咗教會。簡單嚟講，我哋用靈歌唱、用靈禱告，都要伴隨住悟性嘅歌唱、悟性嘅禱告，使到弟兄姊妹一齊敬拜嘅人都知道我哋做緊啲乜嘢。佢讓到佢哋能夠可以同我哋一齊講阿門。今日會講到實際上面點樣喺教會裏邊、喺崇拜裏邊去運用呢一個嘅方言嘅歌唱同埋禱告。首先想同大家講方言嘅運用喺崇拜當中有幾方面嘅。第一，方言嘅歌唱同埋禱告可以造就我哋嘅靈性。當我哋用方言禱告、方言歌唱嘅時候，我哋呢個靈裏邊同神會更加嘅感通，更加嘅呢個係靈嘅禱告，一個神嘅恩典。第二方面，當我哋用方言歌唱嘅時候，方言禱告嘅時候，係我哋靈裏嘅裏邊咧，向神嘅敬拜同埋讚美。我有啲經文咧都寫出嚟㗎啦。如果弟兄姊妹可以自己去參照翻。第三方面，當我哋咧用方言去到禱告或者去到有領受嘅時候，如果有翻方言恩賜咧，就可以翻出嚟去成為咗一個神對教會嘅啟示或者教導。咁咧第四方面，方言禱告亦都或者方言歌唱，亦都係一個屬靈嘅爭戰嘅禱告。喺以弗所書第6章18節裏邊講到，我哋要靠住聖靈，隨時多方禱告祈求，也要在此警醒不倦。第五方面，當我哋用方言禱告嘅時候，喺使徒行傳第2章第4節裏邊講到，其實呢個就係聖靈充滿嘅初證。當我哋聖靈充滿嘅時候，我哋可以憑着我哋有方言呢一個嘅彰顯，去知道我哋真係被聖靈掌管。阿門。咁呢啲係方言同埋靈歌嘅喺我哋當中所產生嘅作用。咁但係實際上面點樣運用呢？我鼓勵弟兄姊妹咧，我哋可以用方言去禱告，去用靈歌歌唱。第一方面咧係預備自己嘅心靈。當我哋喺度祈禱主啊，哈拉巴沙加南巴巴巴哈，我哋祈禱用靈禱告嘅時候，或者用靈歌唱哈拉巴西卡那咧嚕呀咁嘅時候，我哋其實個心靈就係同神接通。你話係唔使要幾長啊？使唔使5分鐘啊、10分鐘啊、15分鐘啊、20分鐘啊、30分鐘啊、1個鐘頭？對唔住，唔好捲入去呢一個數字嘅問題。我哋唔係鬥多，我哋淨係想同神親近。阿門。神俾咗個禱告方言嘅禮物俾我哋，係要同神親近。千祈唔好走咗去屬靈嘅驕傲同埋比較，因為神先至係最重要。Amen。我哋仲可以咧喺敬拜讚美嘅時候用靈去禱告，但係要記住要伴隨住悟性禱告，因為當我哋用靈禱告嘅時候，我靈同神感通嘅時候，神嘅感動俾我哋嘅時候，我哋就可以按住嗰個感動去用翻悟性禱告，讓弟兄姊妹知道我哋喺度做緊啲乜嘢，幾時完嗰個敬拜讚美係咪？亦都我哋用靈歌唱嘅時候，亦都可以伴隨住悟性嘅歌唱。簡單嚟講，用方言禱告、用靈歌唱、用方言歌唱，都係讓我哋同神更加感通。但係咧更加重要，弟兄姊妹都一齊。所以咧，我用伴隨，即係話係咪一定悟性就完結？唔係，你可以。方言悟性，方言悟性繼續嘅循環當中，讓到我哋淨係好想一個目標，就係更深嘅認識主，更深嘅敬拜主。最後都講到咧有新歌呢一樣嘢，咁咧其實新歌咧就係當我哋要以即係重唱嘅方式咧，去到唱出聖靈俾我哋嘅感動同埋讚美，咁咧。有5分鐘啦，所以咧我下次第3條片咧就係試一試俾你睇，究竟點樣去運用呢幾方面，好唔好？
願神賜福大家。